个风景，不觉得很像明信片？有点像 key 上去。假的，假的，超级耶！哦，我觉得坐在这里岸边超悠闲的。哦，青岛海鸥呢，会聊。哦，要搭配马盖杜后，你看青岛你都还没抽好了，我觉得，不错不错。I'm hungry。哎，除了风景之外啊，听说他们的 cookie 也很好吃哦。哦，张开后的饼哎，都好吃哦。Fresh baked cookie， 你知道吗？尝起来是什么味道？It's yummy。酥酥香香又香香，这种天气很需要呢。tea time，tea time。走。你说 anytime is tea time。这小珍超可爱的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好玩哦。这是什么花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有没有香味呀？有没有？花树下有只讲什么耶？嘿嘿，教我。花树下有只蓝三點呢？有冇？我看那有乜嘅？你睇有講嘅賣餅嘅店嗎？在哪里啊？好像在前面吧。我剛剛有 Google 一下，好像在前面。其他你張配好嘅餅嘅懂好食。真的 fresh baked cookies taste yummy。Cookie bar 呀 ，Cookie bar 就是它。甜配嘅餅嘅懂好食。香啊！ fresh baked cookie。甜配、張配嘅餅嘅懂好食。真的。伊呀有靠 Kitty Q 咩？还有亚种，你要哪一种啊？我决定要点它了。哦呀，新出的呢。对啊，这感觉是有 cookie 有 milk， 对不对？哦，有2种呢。我想要 One 一个是 chocolate and one original. Thank you. fresh baked cookies。Have a good day. Fresh baked cookie taste yummy。我拿起。叫我食張配嘅餅嘅，張配嘅餅嘅都好食。好 Q 啊！那個巧克力豆，但像張配嘅餅嘅都好食。我還有，它是我們的棉花糖。手，超大，好香啊！好香哦。張配好嘅餅嘅都好食。 fresh baked cookies taste yummy。